多谢李安来看呢，这个德山的消息。德山电工所加德山青基协会作为举办的一个游览活动，有真侪外地游客报名参加。活动中有带大家去德山的天梯，包括地园，最后去德山的文化园区。店长陈东部亲身到现场送这个德山的美食来和这个参加游客，希望讲因若有闲，会使加去德山佚佗。德山电工所推出的大碗这个旅行，第一提出就向全台湾各地游客来遮参观。店长陈东部特别传德公仔饭顺包卖送予来参加游客者，互因知影德山店的在地好料理。伫咧即摆大碗这个旅行，那带游客去德山天梯、德海磅坑和八卦地园，mau来到德山文化园区，互大家看到德仔艺术的水，每一个所在拢互来参加游客印象真深。我们是从台北来的，那以往我也来过竹山，但是这一次感觉竹山有蛮精致的文化，这样的精致的东西会吸引更多外县市的朋友来参加。看到这摆规划这个旅行，想讲民众这样爱来，公司嘛继续规划无共款的行程，要让全台湾各地民众看到德山店四季无共款的景色，嘛欢迎大家定定来到德山店佚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